這幾天我看新聞，心裏不是很舒服。金管局剛公布的數據，香港的負資產宗數已經突破3.2萬宗，較去年同期激增近1.5倍。破產申請宗數已連續3個季度攀升，單季度就有超過1200宗。那些數字背後不是冷冰冰的統計，是一個個破碎的家庭，是一碗碗咽不下的飯，是一個個中老年人半夜驚醒的嘆息。我是李嘉誠，我在中環中心頂樓的辦公室裏看了幾十年的維多利亞港，見過潮漲潮退，見過風平浪靜，有見過驚濤駭浪。從1950年代的塑料花廠，到後來的地產生意，再到跨足全球的投資，我這輩子跟錢打交道的時間，比跟家人食飯的時間還要多。很多人叫我超人，每次聽到這個稱呼，我都只是笑一笑。其實我不是超人，我只是比別人更怕死，更怕借錢這隻老虎。別人眼裏的借錢是槓桿，是機會，是賺大錢的捷徑。我眼裏的借錢是一把懸在頭頂的刀，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掉下來，更不知道它會砍中誰。今天我不談怎麼賺大錢，不談怎麼佈局全球，不談那些動輒百億千億的生意，我只談怎麼保命。怎麼保住你辛辛苦苦賺了一輩子的棺材本？怎麼保住你和家人的安穩日子？在座的各位都是50歲以上的老友記，我們都經歷過1997年的金融風暴，經歷過2003年的沙士負資產潮，我們知道那種從雲端跌到谷底的滋味。知道那種銀行天天打電話追債的煎熬，知道那種嘆着自己半輩子積蓄化為烏有嘅絕望。現在又一輪風浪來了，利率高企，樓價下跌，銀行的臉色越來越難看。很多人以為自己的房子是鐵飯碗，是保險箱，卻不知道當潮水退去的時候，才知道誰在裸泳。如果你不想自己辛苦幾十年的棺材本，最後變成了銀行壞賬的一部分，或者不想看着你的子女因為過度借貸而毀掉一生，請你現在就訂閱這個頻道，聽聽我這個90多歲老頭子的肺腑之言。這堂課外面的 EMBA 要收你幾十萬。我在這裏免費講，我不求別的，只求各位老友記都能平平安安睡個安穩覺。我這輩子見過太多因為借錢而家破人亡的故事，有的是老朋友，有的是老對手，有的是素不相識的普通人。他們的故事不是偶然，不是運氣不好，而是因為踩中了借錢這個大坑。今天我就把這個坑的底給大家坑開嚟看看。首先，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覺得借錢是好事還是壞事？有人說借錢生錢，這是本事；有人說無債一身輕，這是福氣。其實借錢本身沒有對錯，錯的是借錢的人，錯的是借錢的心態。我年輕的時候借錢比登天還難，那時候我剛創辦長江塑料廠，資金周轉不開，想向銀行借幾千塊錢買原材料，跑了10幾間銀行，磨破了嘴皮子，人家都不肯貸給我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是個無名小卒，沒有抵押，沒有背景，最後還是靠朋友東攀西湊，才勉強撐過難關。那時候的每一分錢，我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今天花了多少，明天能賺多少，
下個月要還多少，都記在小本子上，不敢多花1分錢，不敢亂借1分錢，因為我知道借來的錢是要還的，還要付利息。你借的時候有多輕鬆，還的時候就有多痛苦。現在不一樣了，銀行追逐你借錢，信用卡一張接一張地寄給你，財務公司的廣告貼滿了大街小巷，他們告訴你借錢消費，享受生活，借錢投資，財富自由，聽起嚟多誘人。但我告訴你，容易得嚟的錢最燙手，就像街上的免費午餐，你以為是佔便宜，其實是陷阱。那些追着你借錢的人，不是慈善家，他們是盯着你的本金，盯着你的利息，盯着你的房子，盯着你的一切。我見過很多年輕人月薪2萬，敢借10萬塊買名牌手錶，見過很多家庭年收入幾十萬，敢借幾百萬炒樓。他們覺得自己聰明，覺得自己能跑贏市場，覺得自己能在風暴來臨前全身而退。但最後呢？最後都成了銀行的打工仔，一輩子都在還債。各位老友記，我們都是過來人，我們食過的鹽比年輕人食過的米還多。我們要記住，錢是賺出嚟的，不是借出嚟的。靠借錢發家的人100個裏面未必有1個能成功，但靠借錢破產的人100個裏面有99個會身敗名裂。香港人的微思成也磚頭，敗也磚頭。各位老友記，上一章我跟大家說，風暴已經來了，負資產的數字在飆升，破產的家庭在增加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香港人最繞不開的2個字：後頭。說到磚頭，我就想起自己50年代做塑料花廠的日子，那時候香港的經濟還沒起飛，我一個窮小子，從茶樓和街到塑膠廠老闆，每一分錢都嚟得不容易。那時候想借錢比登天還難。我記得有一次工廠要進一批原料，差5000塊港幣，我跑遍了所有相熟的朋友，又去了3家銀行，磨破了嘴皮子，最後還是靠一個同鄉借了我3000塊，才勉強湊夠。那時候的錢是真的錢，每一分都要掰成2半花，每一筆支出都要記在小本子上，算清楚什麼時候能回本，什麼時候能還錢。那時候的銀行眼睛比扯還準，看你無底啊！莫背景理都不理你。可現在呢，時代變了，銀行客戶經理會主動上門寄你地名片，跟你說李生要不要做個按揭，利率很低的，要不要辦張信用卡，額度很高的，甚至連路邊的財務公司都貼滿了急用錢當天放款的廣告。我跟大家說，容易得嚟的錢最燙手。這句話我用了一輩子的時間去驗證，從來冇錯過。為什麼香港人對磚頭這麼痴迷？我想是因為我們這代人親眼見過磚頭帶來的改變。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，香港的樓價一路漲，買了樓的人身價翻倍，沒買樓的人望樓興嘆。那時候誰家有1套房就是體面，誰家有2套房就是富豪。磚頭成了成功的代名詞，成了安全感的來源。慢慢的，香港人就得了一種病，叫上車病。什麼叫上車病？就是覺得這輩子一定要買1套房，不管多貴，不管壓力多大，都要上車。好像不上車就錯過了人生的末班車。為了上車，年輕人掏空6個錢包，付了首付。為了上車，
家庭背負30年的房貸，每個月的工資一半交給銀行。我常常問那些年輕人：你買這套房是為了住，還是為了炒？你每個月還房貸的錢，比你一家人的生活費還多，你睡得着覺嗎？他們說：成哥，沒辦法，大家都買，我不買，以後更買不起。我聽了心裡很不是滋味，這不是沒辦法，這是被迷思困住了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你這一輩子是在為自己打工，還是在為銀行打工？你辛辛苦苦賺的錢一半給了銀行，你剩下的錢夠養家嗎？夠看病嗎？夠養老嗎？更可怕的是什麼？是大家都忘了，磚頭也是會貶值的。1997年之前，多少人覺得樓價會一直漲？多少人加槓桿炒樓？結果呢，金融風暴一嚟，樓價腰斬，多少人從百萬富翁變成負資產？2003年沙士的時候，多少人斷供？多少人被銀行收留？這些教訓才過去多少年，怎麼就忘了呢？說到這裡，我必須跟大家講清楚銀行的真面目。很多人覺得銀行是朋友，是幫你實現夢想的地方，但我告訴你，銀行不是慈善機構，銀行是做生意的，銀行的生意就是賺利息的錢。銀行就算什麼都將那種錢也好接手，主動接待預算的人，你跟那些跟人太陽大不用傘，他會說拿着吧，萬一下雨呢，免費借給你。等真的下雨了，你真需要傘的時候，他會第一個衝過來把傘收回去，還要問你要租金。順風順水的時候，銀行是你的朋友；逆風逆水的時候，銀行是你的劊子手。這句話不是我危言聳聽，在座的各位老友記，很多人都經歷過卡隆的滋味。什麼叫卡隆？就是當你的房子貶值，抵押品的價值不夠你欠銀行的錢的時候，銀行會給你發一封信，要求你在規定時間內把差額補上，補不上怎麼辦？銀行就會收你的樓，把你的房子拍賣掉。你以為銀行會跟你講人情嗎？不會的，銀行的電腦系統比石頭還冷，它只認數字，不認人。你欠銀行的錢一天都不能拖。你跟銀行說，我辛辛苦苦一輩子就這一套房，那我會跟你說這是貴貴。我見過太多這樣的家庭。97年的時候有個街坊在灣仔有一套房，本來日子過得好好的，後嚟他看別人炒樓賺錢，就把房子加按借了錢去買第二套房。結果金融風暴一嚟，樓價跌了一半，銀行給他發了 call loan， 他拿不出錢，銀行就把他的2套房都收了。最後他帶住老婆孩子搬到了深水埗的光房裏，一家人擠在10幾平米的房子裏，日子過得苦不堪言。這就是磚頭的毒性，它能讓你一夜暴富，也能讓你一夜歸零。為什麼我這輩子做地產生意，卻從來不建議別人加槓桿炒樓？因為我懂這個行業的風險。我做長實的時候，一直堅持一個原則：未買先想買。在買一塊地之前，我首先想的不是這塊地能賺多少錢，而是如果市場不好，這塊地能不能賣出去，能不能保本。我買地的時候，會算清楚現金流，會留足後手。我不會把所有的錢都投進去，更不會借太多的錢，因為我知道市場是會變的，風浪是會嚟的。你只有留足後手，才能在風浪來的時候站穩腳跟。但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，他們看到樓價漲就頭腦發熱，就借錢炒樓。他們覺得自己是幸運，不會是你個倒霉的人。但我告訴你，在資本市場裏，沒有人是永遠的幸運。
潮水退去的時候，誰知道誰在裸泳？香港人對磚頭的迷思，說到底是對財富的焦慮，是對未來的恐懼。大家覺得磚頭是實實在在的東西，比股票、比基金更靠譜。但我想跟大家說，最靠譜的東西不是磚頭，是你手裏的現金，是你腦子裏的智慧，是你守得住的底線。你有現金就不怕市場波動，你有智慧就不會被迷思困住，你守得住底線就不會去借那些不該借的錢。各位老友記上一章，我跟大家聊聊香港人對磚頭的迷思，聊聊銀行的真面目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，一個讓我至今想起都心痛的故事。這個故事的主人公，我叫他陳老闆，是我年輕時做塑料花生意時認識的朋友。陳老闆比我大幾歲，早年是做服裝生意的，腦子很靈活，也敢闖。80年代的時候，脫靠做服裝，出口賺了第一桶金，後嚟又跟風進了地產行業。90年代的時候，香港的樓市正火，陳老闆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，成了村子裏小有名氣的富豪。那時候的陳老闆有多風光，每次朋友聚會，他都要去福臨門這樣的高級酒樓，點一桌子的山珍海味，魚翅撈飯是標品。他手上戴的是滿天星勞力士，身上穿的是定製西裝，開的是勞斯萊斯。每次見面，他都要跟我們炫耀他又買了哪套房，又賺了多少錢。我跟陳老闆還算熟絡，有時候會勸他幾句。我說：阿陳，做生意要穩健一點，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投在地產上，也不要借太多的錢，市場總有波動的時候，要留足現金流。結果他怎麼說？他拍住我的肩膀，笑住說：成哥，不是我說你太保守了。現在是什麼年代？是靠槓桿賺錢的年代。你看你的長實集團負債率才多少？太低了，不懂運用槓桿，永遠做不大。我告訴你，錢是借出嚟的，不是賺出嚟的。我現在把能借的錢都借了，把人家的槓桿都加了，等樓價再漲一波，我就套現，到時候就是億萬富翁啦。他還嘲笑我，說我戴的精工手錶太寒酸，說我寫青菜豆腐太摳門。他說：成哥，你都這麼有錢啦，還這麼省幹什麼？人生苦短，要及時行樂。你看我想買什麼就買什麼，想玩什麼就玩什麼，這才叫人生。我聽了也沒再多說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意哲學。我知道我算不動他，他已經被樓市的瘋狂沖昏了頭腦。那時候的他，眼裏只有錢，只有樓價，根本看不到隱藏的風險。陳老闆的操作在當時的香港很常見，他把自己手上的幾套房產都做了加按，借了一大筆錢，又向銀行貸了款，瘋狂買入新的房產。他最多的時候手上有10幾套房產，欠銀行的錢都達幾千萬。他每天都在算樓價漲一塊，他能賺多少錢，卻從來冇想過樓價跌一塊，他會虧多少錢。1997年金融風暴來了，這股風暴嚟得又快又猛，誰都沒有預料到。一夜之間，香港的股市暴跌，樓價腰斬，陳老闆手上的房產市值一下子蒸發了一半還多。更可怕的是，銀行開始收緊信貸，向他發出了 call loan 通知。一開始，陳老闆還抱有幻想，他覺得樓價只是暫時下跌，很快就會反彈。
他四處找朋友借錢，想把銀行的差額補上，但那時候大家都自身難保，誰還有錢借給他？他跑了幾十家朋友，只借到了幾十萬。對於拖欠銀行的幾千萬來說，只是杯水車薪。銀行的催款電話每天都像催命符一樣，一開始是客戶經理打電話，後來是法務部打電話，最後是催收公司上門。那些催收公司的人態度惡劣，言語威脅，把陳老闆的家搞得雞犬不寧。他的老婆受不了這種壓力，跟他吵了無數次架，最後帶着孩子回了娘家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在中環的街頭碰到了陳老闆，他跟以前判若兩人，頭髮花白了大半，臉上布滿了皺紋，身上穿的是廉價的 T 恤和牛仔褲，再也沒有了以前的風光。他看到我，眼神躲閃，想躲着我走，我叫住了他，想請他喝杯茶。在茶樓裏，他跟我倒了一肚子的苦水。他說銀行已經把他的十幾套房產都收了，拍賣所得的錢還不夠還銀行的零頭。他現在不僅身無分文，還欠了一屁股的債，他的公司也倒閉了，員工都走了。他現在只能靠打零工過日子，一天賺幾百塊錢，勉強糊口。他說成哥，我後悔，我當初要是聽你的話，不那麼貪心，不計那麼多錢炒樓，就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。我現在才明白，你說的未買先想買是對的，你說的現金流是血液也是對的，可現在說什麼都晚了。我看着他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我想幫他，但我知道我幫不了他。他欠的錢太多了，我就算幫他還了一部分，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而且這是他自己選的路，他必須自己承擔後果。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陳老闆。聽朋友說，他最後搬到了九龍的光房裏，一個人住，因為長期抑鬱，身體越來越差，最後鬱鬱而終。死的時候，身邊都沒有人。陳老闆的故事不是個例。1997年金融風暴的時候，香港有多少像陳老闆這樣的人？有多少家庭因為過度槓桿炒樓，變得家破人亡？我已經記不清了，但我知道這些故事都是希林人的教訓。各位老友記，我跟大家講這個故事，不是想落井下石，也不是想炫耀自己有多聰明，我是想告訴大家，借錢不是不行，但借錢要有底線，要有原則。第一，借錢只能用嚟周轉，不能用嚟賭博。做生意難免會遇到資金周轉不開的時候，這時候借錢周轉一下，無可厚非。但如果你借錢是為了炒樓、樓房、炒股，是為了賭一把，那就是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開玩笑。第二，借錢要量力而行，你借的錢必須是你在最壞的情況下也能還得上的。你不能因為看到別人賺錢就頭腦發熱，借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錢。你要記住，你借的每一分錢都是要還的，還要付利息。第三，一定要有風險意識。做任何投資之前，都要先想清楚，最壞的結果是什麼？我能不能承受這個結果？如果不能，就不要做。就像我做長實的時候，每一次投資，我都會做最壞的打算，都會留足後手。這樣，就算市場變了，我也能站穩腳跟。無知會輸掉命運這句話，我今天送給大家。很多人之所以會踩中借錢的大坑，
就是因為無知。他們不知道市場的風險，不知道槓桿的可怕，不知道銀行的真面目。他們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，卻看不到背後的陷阱。各位老友記，上一章我跟大家講了陳老闆的故事，講了過度槓桿的可怕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個更隱蔽、更可怕的東西——複利的反噬。大家都聽過愛因斯坦的一句話：複利是世界第8大奇蹟。很多人都把這句話記在心裡，想着怎麼用複利讓自己的錢生錢。比如把錢存進銀行，讓利息生利息，或者買基金、買股票，讓收益滾收益。但我發現很多人都忘了，複利不僅能讓你的錢生錢，也能讓你的債生債。而且債的複利比錢的複利要可怕得多。我給大家算一筆賬，用街市買來200都能聽懂的方式算。假設你欠到銀行10萬塊錢，年利率是15%，按照複利計算，第一年你欠銀行的錢是10萬正10萬，乘15%等於11.5萬。第二年你欠銀行的錢是11.5萬正11.5萬，乘15%等於13.225萬。第三年是13.225萬正13.225萬，乘15%等於15.20875萬。第四年是15.20875萬正15.20875萬，乘15%等於17.49萬。第五年是17.49萬正17.49萬，乘15%等於20.11萬。看到了嗎？僅僅5年時間，你欠銀行的錢就從10萬變成了20萬，翻了一倍。如果是10年呢？10年後你欠銀行的錢會變成40萬，20年呢會變成160萬。這就是複利的反噬，這就是債的複利的可怕之處。它就像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，最後把你徹底壓垮。現在香港的很多財務公司年利率都高達30%以上，甚至更高。如果你向財務公司借了10萬塊錢，按照30%的年利率計算，3年後你欠的錢就會變成21.97萬，5年後會變成37.13萬。你想想，你一個月賺2萬塊錢，除去生活費，能剩下多少錢？你什麼時候才能把這筆錢還清？我見過很多年輕人，就是因為不懂複利的可怕，輕易向財務公司借錢，最後陷入了債務的泥潭。有個年輕人，我叫他阿強，月薪2萬塊，因為想買最新款手機和名牌包，向財務公司借了5萬塊錢。一開始他還能按時還利息，但後來利息越滾越多，他根本還不起了。財務公司的人天天上門催收，威脅他的家人。最後阿強冇辦法，只能跟家裏人坦白，他的父母把養老錢都拿了出來，才勉強把債務還清。但這件事也讓他的家庭陷入了困境。除了財務公司的貸款，信用卡的債務也一樣可怕。很多人覺得信用卡是方便的支付工具，刷的時候很輕鬆，根本沒想過還款的問題。但我告訴你，信用卡的年利率一點都不低，很多都在20%以上。如果你刷了信用卡不按時還款，利息就會按照複利計算，越滾越多。我見過有人刷信用卡買了一台2萬塊錢的電腦，因為沒按時還款，最後連本帶利要還5萬多塊錢。你說這值得嗎？一台2萬塊的電腦，最後花了5萬塊，這不是愚蠢是什麼？說到這裡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消費主義的陷阱。
現在的社會到處都是消費主義的廣告，告訴你人生苦短，及時行樂，想買就買，不要猶豫。這些廣告把消費和成功、幸福綁在一起，讓很多人覺得只有買名牌、買豪車、買豪宅，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。但我想跟大家說，真正的有錢人根本不需要靠這些外在的東西來證明自己。你看我戴的是幾百塊的精工手錶，走時很準，用了10幾年都冇壞過。我穿的衣服都是普通的牌子，舒服，耐穿就行。我食的飯也很簡單，青菜豆腐、白粥鹹菜，我覺得比山珍海味還好食。我不是買不起名牌手錶，買不起豪車豪宅，我是覺得這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，不值得花那麼多錢。一個人的價值不是靠他穿什麼、戴什麼、住什麼來決定的，而是靠他的能力、他的品德、他對社會的貢獻來注定的。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就是被消費主義洗腦了，月薪2萬，敢借10萬塊買名牌手錶；月薪3萬，敢借幾十萬買豪車。他們覺得這樣才能融入圈子，才能被別人看得起，但他們不知道這樣做只會讓自己陷入債務的泥潭，只會讓自己越來越焦慮。我常常跟我的子孫說，不要被消費主義綁架，要理性消費。買東西之前要想清楚，這個東西是我需要的，還是我想要的。需要的東西可以買，想要的東西要量力而行。不要因為別人都有，你就也要有，不要為了面子去花那些不該花的錢。各位老友記，我們都是過來人，我們要把這個道理告訴我們的子女，我們要讓他們知道福利的反噬有多可怕，消費主義的陷阱有多深。我們要讓他們知道，理性消費、量力而行才是正確的生活態度，無知會輸掉命運。很多年輕人之所以會陷入債務的泥潭，就是因為他們不懂福利的可怕，不懂消費主義的陷阱。我們作為長輩，有責任把這些道理告訴他們，有責任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金錢觀、消費觀。佢中老年人的警示，別做子女的擔保人。各位老友記，上一章我跟大家聊聊福利的反噬和消費主義的陷阱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個更貼近我們中老年人的話題，一個我見過太多悲劇的話題。不要輕易做子女的擔保人，不要輕易把自己的養老房拿去加按，寄子女做生意或買樓。這句話我要重複3遍。不要做子女的擔保人，不要把養老房加按給子女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知道，作為父母，我們都心疼自己的子女，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過得好，能事業有成，能買得起房，買得起車。當子女跟我們開口，說想做生意需要錢，或者想買房需要錢，想讓我們做擔保人，或者想讓我們把養老房加按的時候，我們很難拒絕。我們覺得這是我們做父母的責任，我們應該幫他們一把。但我要告訴大家，這種幫不是愛，是害，是把我們自己和子女都推向了深淵。我見過太多這樣的老友記，有個張叔跟我是老街坊，一輩子辛辛苦苦在沙田買了一套房，本來想用嚟養老。他的兒子想做生意，向銀行貸款，銀行要求他找個擔保人。他的兒子就跟張叔開口，想讓張叔做擔保人。
張叔一開始也猶豫，說自己年紀大了，擔不起這個責任。但他的兒子天天跟他哭窮，說自己要是做不成這個生意，這輩子就完了。張叔心軟了，就答應了。結果呢，他的兒子生意做得一塌糊塗，不僅冇賺到錢，還虧了一大筆。銀行找不到他的兒子，就找到了張叔，因為張叔是擔保人，銀行要求張叔償還這筆債務。張叔攞不出錢，銀行就把他的養老房給收了。最後，張叔快70歲的人了，只能搬到養老院裏住，一輩子的心血就這樣冇了。還有個李姨，他的女兒想買房，首付不夠，就跟李姨開口，想讓李姨把自己的房子加按，借點錢給他付首付。李姨一開始也不同意，說房子是自己的養老保障，但他的女兒說媽，我買了房，以後你就可以跟我一起住，我給你養老。李姨被女兒說動了，就把房子加按了，借了幾十萬給女兒。結果呢，他的女兒買了房之後，樓價就跌了，他的女兒每個月要還房貸，還要還加按的錢，壓力很大。最後，他的女兒斷供了，銀行不僅收了他女兒的房，還收了李姨的房。李姨無家可歸，只能投靠親戚。他的女兒也因為這件事跟他鬧掰了，再也不跟他聯繫。各位老友記，這樣的故事我見過太多太多了，每一個故事都讓我心痛。我們辛辛苦苦一輩子，搶下一套養老房，就是想那年能過得安穩一點。可就是因為心疼子女，就是因為一時心軟，我們把自己的養老保障都棄掉了。最後不僅自己過得淒慘，還可能跟子女鬧掰，落得個眾叛親離的下場。我不是說我們不能幫子女，我們可以幫，但要量力而行。我們可以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給子女一些資助，比如子女買房，我們可以給他們幾萬塊錢的首付；子女創業，我們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。但我們不能把自己的養老房拿去加按，不能做子女的擔保人，因為這些都是在拿我們自己的晚年幸福做賭注。我常常跟我的老友記說，慈悲出禍害，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冷酷，但卻是真理。我們對子女的愛要有邊界，我們不能無底線地縱容他們，不能無底線地幫他們，讓年輕人自己去承擔債務的重量，讓他們自己去經歷人生的風雨。這不是不愛他們，這是對他們最好的鍛鍊。如果他們還不起債，那是他們的人生功課，他們需要自己去面對，自己去解決。如果我們幫他們還了，我們就是把兩個家庭的救生圈都戳破了。他們永遠學不會承擔責任，永遠學不會理性消費，永遠學不會敬畏風險。下次遇到同樣的問題，他們還是會犯同樣的錯誤。說到這裡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長江實業的財務原則。我做長實這麼多年，一直堅持一個原則，手頭上永遠有大量的現金，無論市場多好，無論投資機會多誘人，我都會留足現金。為什麼？因為現金是王，現金是企業的血液。有了現金，企業才能在危機時刻站穩腳跟。有了現金，企業才能應對各種不確定的風險。我當年之所以能賣掉中環中心，就是因為我不貪最後一個銅板。當我覺得市場已經達到頂峰，風險已經很大的時候，我就果斷套現，把現金握在手裡。後來市場果然下跌了，很多企業因為現金流斷裂而倒閉。但長實因為有充足的現金，安然度過了危機。
我們個人也是一樣。各位老友記，我們年紀大了，賺錢的能力已經不如以前了。我們要把自己的養老錢守好，要留足現金，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投在房子上，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投在股票上。現金才是我們晚年最大的保障。有了現金，我們才能應對突發的疾病。有了現金，我們才能應對市場的波動。有了現金，我們才能在危機時刻有底氣、有尊嚴地生活。我見過很多老友記把所有的錢都投在了房子上，結果房子貶值了，自己也變成了負資產。他們想看病拿不出錢，想養老拿不出錢，最後只能靠政府的救濟，過得很淒慘。各位老友記，我們要記住，現金是等，有了現金，我們心裏才有底；有了現金，我們才能睡得安穩。我們要像守護自己的生命一樣，守護好自己的現金。不要因為子女的請求，就輕易把現金拿去投資；不要因為別人的誘惑，就輕易把現金拿去冒險。宏觀環境，高息時代，現金為王。各位老友記，上一章我跟大家聊聊，不要做子女的擔保人，要守護好自己的現金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宏觀環境，聊一聊為什麼現在是高息時代，為什麼現金為王。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很多個經濟週期，有低息時代，也有高息時代，有經濟繁榮的時候，也有經濟衰退的時候。我發現無論經濟怎麼變，有一個道理是永遠不變的，順勢而為，不要與趨勢作對。以前是低息時代，那時候全球利率都很低，香港因為聯繫匯率制度，利率也跟住很低，很多人借錢買房，借錢做生意都能賺到錢，因為借錢的成本很低，而資產的價格在上漲。那時候借錢等於賺錢，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。但現在世界變了，美國為了對抗通脹不斷加息，香港因為聯繫匯率制度不得不跟住加息。現在香港的銀行貸款利率已經漲到了近幾年的最高點，正意味着借錢的成本變高了，資產的價格就會下跌。這是一個蹺蹺板，一頭高樓，另一頭就會低。為什麼利率上漲，資產價格就會下跌？我給大家解釋一下。比如以前利率低的時候，你借100萬買房，每個月還的房貸很少，你覺得壓力不大，就願意買房。很多人都願意買房，樓價就會上漲。現在利率高了，你借100萬買房，每個月還的房貸變多了，你覺得壓力很大，就不願意買房了。很多人都不願意買房，樓價就會下跌。股票也是一樣，利率上漲，企業的融資成本就會變高，企業的利潤就會減少。投資者覺得企業的盈利能力下降了，就不願意買股票了，股票的需求減少了，股價就會下跌。所以現在的趨勢是什麼？是去槓桿，是還債，是現金為王。以前是借錢存錢的時代，現在是守住現金的時代。我李某人做生意最講究順勢而為，我從來不會與趨勢作對。當趨勢是借錢賺錢的時候，我會適當增加槓桿，但我會留足後手。當趨勢是去槓桿守現金的時候，我會果斷套現，把現金握在手裏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，很多企業因為現金不斷裂而倒閉。但長實因為我提前預判到了風險，提前套現了很多資產，
握有大量的現金，所以安然度過了危機，甚至在危機的時候，我還能用低價收購了很多優質的資產，這就是順勢而為的好處。各位老友記，我們雖然不是做生意的，但我們也要懂趨勢，也要順勢而為。現在的趨勢是高息時代，現金為王，我們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現金，不要輕易借錢，不要輕易投資。那麼，在高息時代，我們應該怎麼配置資產呢？我給大家幾個建議，都是很穩健的建議。第一，配置定期存款。現在香港的銀行定期存款利率很高，很多銀行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都在4%以上。定期存款雖然收益不高，但很安全、很穩定。把一部分錢存進定期存款，能保證我們的本金安全，還能獲得一定的收益。第二，配置穩健的高息股。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不能買，我們可以買一些穩健的高息股，比如香港的公用事股、藍籌股，這些股票的業績很穩定，分紅也很高。買這些股票，就像買了一份穩定的分紅，能給我們帶來持續的現金流。第三，不要輕易投資房地產。現在的樓價還在下跌，利率還在上漲，現在買房很容易變成負資產。除非你是剛需，而且有足夠的現金，能承受利率上漲和樓價下跌的風險，否則不要輕易買房。第四，不要輕易投資陌生的領域。很多人看到別人在某個領域賺錢，就想跟風投資，但我告訴大家，陌生嘅領域風險很大，你不懂這個領域嘅規則，不懂這個領域嘅風險，很容易把錢虧掉。我們要把錢投在我們熟悉的領域，投在我們能控制的領域。各位老友記，我們年紀大了，投資的首要目標不是賺錢，而是保住本金。保住本金比什麼都重要。不要因為看到別人賺錢就頭腦發熱就去冒險。我們要記住，在高息時代，現金為王，穩健第一。我常常跟我的老友記說，不要與趨勢作對。趨勢就像潮水，你順住潮水走會很輕鬆，你逆住潮水走會很艱難，甚至會被潮水淹沒。我們要做的就是認清趨勢，順住趨勢走。現在的趨勢是去槓桿、守現金。我們要把自己的養老錢守好，把現金握在手裏，等趨勢變了，等經濟好轉了，等利率下降了，我們再考慮投資也不遲。各位老友記，今天的分享到這裏就差不多要結束了。我跟大家聊了很多，從香港的負資產數據，到香港人對磚頭的迷思，從陳老闆的慘痛交換，到福利的反思，從不要做子女的擔保人，到高息時代現金為王。我講的這些都是我一輩子的經驗和教訓，都是我的肺腑之言。最後，我想跟大家總結一下，貸款本身沒有善惡，就像一把刀，你用它嚟切菜，它就是好東西；你用它嚟傷人，它就是壞東西。貸款也是一樣，你用它嚟周轉生意，用它嚟解決燃眉之急，並且你能承受還款的壓力，它就是槓桿，是幫你實現目標的工具。你用它嚟炒樓、炒股，用它嚟消費，並且你不能承受還款的壓力，它就是毒藥，是把你推向深淵的陷阱。關鍵在於你有沒有智慧，能不能分清什麼時候該借錢，什麼時候不該借錢，能不能分清什麼錢該借，什麼錢不該借，能不能分清自己能承受多大的債務壓力。
我這一輩子最自豪的，不是賺了多少 money，不是擁有多少資產，而是我晚上睡得着覺。無論市場怎麼波動，無論遇到多大的風浪，我都能睡得安穩，因為我知道我守住了自己的底線，我沒有做那些不該做的事，我沒有借那些不該借的錢。我希望各位老友記也能睡個好覺，不要被銀行的追債電話吵醒，不要被債務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。我希望各位老友記都能守住自己的養老錢，守住自己的幸福晚年。我這輩子一直堅守一個信條：建立自我，追求無自我。什麼叫建立自我？就是要認清自己，守住自己的底線，擁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。你要知道自己能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。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不想要什麼。你要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大的風險，不能承受多大的風險。只有建立了自我，你才能在複雜的世界裏站穩腳跟。什麼叫追求無自我？就是在建立自我的基礎上，去幫助別人，去回饋社會。當你有了足夠的能力和財富，你不要只想着自己，要想着別人，想着社會。你可以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，你可以為社會做一些貢獻。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對於我們中老年人來說，建立自我就是要守住自己的養老錢，守住自己的底線，不要被別人的意見左右，不要被市場的波動影響。追求無自我，就是要引導我們的子女樹立正確的金錢觀、消費觀，就是要把我們的經驗和教訓分享給更多的人，幫助更多的人避開債務的陷阱。各位老友記，香港是我們的家，我們都希望香港能越來越好，都希望香港的每個人都能過得幸福安穩。但現在香港正面臨着很多挑戰，經濟波動，樓價下跌，很多人都陷入了焦慮和困境。我想告訴大家，風浪總會過去的，就像1997年的金融風暴，就像2003年的沙士，就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，都過去了。只要我們能守住自己的底線，能守住自己的現金，能保持理性和冷靜，我們就一定能渡過這次的風浪。最後，我想給大家送上我的祝福，祝願香港平安健康。祝願各位老友記身體康健，家庭和睦，晚年幸福。祝願我們的子女能樹立正確的金錢觀，能理性消費，能遠離債務的陷阱。如果你覺得李某人今天這番話對你有一點點啟發，幫我點個讚，訂閱這個頻道，分享給你那些還在沉迷炒樓借錢的朋友。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。我是李嘉誠，我們下次有緣再聊。